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，继续要带台规台湾来听透透。现主持是澎湖放饲石班大出的季节，业者当年一个到大出的时间，拢会伫咧网络斗宣布开放，互人来做山工换大暝领野。无半步60外在地民众，抑个学生囡仔真有兴趣，用简单的竹竿仔做鱼钓仔来斗山工掠鱼。一个人伫2点钟内会当钓到上百尾鱼，无共款的临时工会当掠鱼，嘛会当食一个够快，1减2个。拿兼洗裤，掠兔兼卖醋。超棒的，这外面体验不到啊！一群好朋友烧酒来钓鱼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好康？都爱伫咧澎湖才体验会到咧。默数3秒就可以起来，而且一放下去就有了。算到3，这个鱼仔佫甲钓起来。无讲你唔知，这群少年人是来这做线工仔的。因为澎湖即卖是这个养殖石斑鱼的收成季节，不过澎湖在地少年呢，真侪人拢来台湾做工课，安尼才会来致使人工无够。这个石斑鱼若是讲甲用好的，佫惊讲会去甲伤到鱼体，业者就激头壳来扁扁，用这款做线工仔来换大的概念，上网来招兵买马，安尼果然就成真侪人来报名。一个人伫2点钟内就会当钓100外尾，嘛，互业者会当顺利甲这个上青的鱼，安尼甲包装卖出去。急速冷冻其实最主要是说，你在0到-10度之间，要让它大概在10分钟左右就跑过去。那这样子它的细胞里面的细胞核不会破裂。所以它的氨基酸就不会流失掉。来这斗山共钓鱼的少年人，因用努力来换大暝，还佫有鱼仔通吃。这个用大煎鼎煎出来的风味，还佫有这个热盐了后，甲摕去称，这拢是上青的口感。既可以吃石斑，又可以拉，就是2种享受一次满足。来这好佚佗，有食佫有掠，一空掠相吃。来这食到青的海味，互大家学到甲会得志。业者顺利收成，嘛，互民众做伙来享受到钓鱼仔的乐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